就是水源国小国乐团挑战谭盾的作品《石板腰鼓》，在全国学生音乐赛脱颖而出。很多东西你听起来真的是让人们觉得说，不只是小孩子能演这样，甚至会觉得说，国乐好像原本我印象中国乐本是这样子。稚嫩的脸庞被专注力抹上一层光，吹管、拉弦、弹拨、打击，站上舞台就要镇得住场。全校只有12班的小学校，出去比赛没在怕的。当小孩子他们所散发出来给人家的那种求胜心，我觉得是比较，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卖点。怎么克服自己的紧张？就上台表演没有很怕。老师心中却藏有隐忧。你说我们的压力是来自于说，刚好这个乐器这个人是我们要，然后就是家长，刚好就是家长他可能有经济上的压力啊。经济弱势的孩子连学费都困难，国乐团因此常透支垫款。外聘师资、买乐器，校方得募款找钱。幸好孩子们懂得珍惜，年年将基，让水源国小成了市立青少年国乐团和青年国乐团的储备摇篮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像他们这样有独奏，然后发光发热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怎么样？上榜大标，要把握机会，努力打拼。新竹的国乐风气越来越盛，现在年龄越小的孩子都开始加入学习国乐了。7月份还会有国乐节，让悠悠国乐响彻竹前。我把阿基比上榜大标，我把阿基比上榜大标。